搅匀去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你们平时煮菜常用的备菜，你们平时都是煮熟了才吃，而我今天全是生的吃。哇，金主鱼，一刀把它搅匀去，白生猛了，放水，鸡肉。还能动。哇，吃生鸡是有原因的，不单是备料生鸡，还要搭配鱼生。刚切下去，这个调料的香味非常的浓厚。哇，我还站起来，速度快了。备料切好了，捞下的，把几种调料全部捞均匀。OK， 分4个角放。酸辣椒。放。哇，永远要跟这个鱼白骨的位置走，两边鱼一起切。单飞切法，讲究是速度。OK， 好嘞。好嘞，一声不等人，开始。哇，陈年老酒，不用煮菜，不用柴火，又一餐，纯自然。哇，爽。这让来灵魂酱酱。刚才这边爆的时间长了，再来洗出。哇，你也喜欢吃酱家呀？我来一个。爽。滿滿呢個，一定要加多啲。
哇，有点夸张了嘛！哎，放心，烧点你想吃，过我店里。嗯，直接住在店里了我们。最後仲有一個拉出嚟嗰啲事。好，谢谢。扛得住就行。哦，我吃这个大口，我都满足。靚，直情肉靚。